The Real Deal, Cantonese Language。數百年來，外邦人冇照住約翰福音4:23講，以心靈同誠實敬拜上帝。經上講，時候將到，而家就係真正敬拜天父嘅人，要用心靈同誠實敬拜佢，因為天父要揾呢啲人嚟敬拜佢。真正嘅敬拜者就係真正嘅基督徒。你要明白，而家你兩個都唔係，但希望將來你會係。曾經發生過一場悲劇，外邦基督徒同聖徒，即係屬靈公義嘅信徒，俾啲所謂屬肉體公義嘅人殺害。幾百年前，每個人都自稱係基督徒，就好似今日咁。但真正嘅基督徒係唯一可以俾你新約真理嘅人，因為佢哋裏面有真理之靈。上帝有秩序，由上帝到耶穌，再由耶穌到門徒。真理同奧秘都係向門徒啟示嘅。馬可福音4:11-12，佢對佢哋講：神國嘅奧秘俾咗你哋知道，但對外面嘅人，所有嘢都用比喻嚟講，12使佢哋睇見但唔明白，聽見但唔理解。路加福音8:9-10，門徒問佢：呢個比喻是什麼意思？10耶穌話：俾咗你哋知道神國嘅奧秘。但對其他人嚟講，就用比喻，使佢哋睇見但唔見，聽見但唔明白。門徒第一次俾人叫做基督徒喺使徒行傳11:26。基督徒會經歷成聖過程，最終成為聖徒。所以係基督徒同聖徒去教導信徒，即係未受聖靈洗禮，並未經歷真理聖靈彰顯嘅人。信徒必須從真正嘅基督徒或聖徒聽見真理。羅馬書8:8，屬肉體嘅人唔能夠討神喜悅。哥林多前書下午3:44，所種的是屬肉體嘅身體，復活的是屬靈嘅身體。有屬肉體嘅身體，也有屬靈嘅身體。以弗所書1:13，你哋喺佢裏面信咗之後，聽見咗真理之道，就係拯救你哋嘅福音。你哋信咗佢之後，就俾了承諾之聖靈作印記。你必須有真理之靈先可以教導真理。只有真正嘅基督徒同聖徒內裏有真理之靈。約翰福音下午4:13。但係當真理之靈嚟到，佢會引導你哋進入一切真理，因為佢唔會憑自己講，而係聽見乜就講乜，並且要將來嘅事指示你哋。神會處理殺害真正基督徒同聖徒嘅人。我關注嘅係讓你準備成為聖徒，但喺你成為聖徒之前，你必須先成為真正的基督徒。真正的基督徒充滿聖靈，並用其他方言說話，正如使徒行傳2:4所講。諷刺嘅係，殺害真正基督徒嘅人，竟然都自稱基督徒。自從所有真正的基督徒數百年前被殺之後，再冇一個真正的基督徒。自稱基督徒，並唔代表你係基督徒。你必須符合新約中神所定義嘅基督徒。理解外邦信徒曾經經歷嘅悲劇，只需要有基本常識。屬肉體公義嘅信徒想用金錢、權力同控制去掌控屬靈公義嘅信徒，佢哋唯一可以控制嘅方法就係殺害佢哋。但真正的信徒寧願死，都唔會改變神話語中嘅真理，因為佢哋內裏有真理之靈。約翰福音下午2:17，就係真理之靈。世界不能接受佢，因為世界睇唔見佢，也唔認識佢。但你哋認識佢，因佢與你哋同在，並且要在你哋裏面。之後發生咩事影響咗信徒、宗派？任何人都可以憑自己嘅意見去創立一個宗派。所以好多人將宗教視為一種意見。呢啲宗派可能基於少量真理，甚至完全冇真理。問題係，你點會期望一個宗派喺冇真理嘅情況下開始，經過幾百年後仲可以知道真理？一個宗派存在咗幾百年，
並唔代表佢教導嘅假信息變成真理。冇一個宗派知道馬太福音28:19至20其實就係基督徒的定義，或者約翰福音3:5、馬可福音16:16至18、使徒行傳2:4，甚至約翰福音3:16分都係定義基督徒的經文。每一段經文都講述基督的靈、神的靈同真理之靈。但盡管人自以為聰明，佢仍然無法理解神話語中屬靈的真理。哥林多前書2:14分，但屬血氣的人唔接受神之靈的事，因為喺佢看來是愚蠢的，佢也唔能夠明白，因為呢啲事係屬靈辨別嘅。一個牧師或者領袖企喺會眾面前，自稱係基督徒，並叫會眾基督徒。如果佢唔識新約，甚至連神國係乜都唔知，咁佢根本唔係真正的基督徒。點解你唔將自己同門徒對比？門徒喺受聖靈洗之後，先俾人叫做基督徒。使徒行傳11:26分，佢哋由耶穌親自教導，接受真理，佢哋接受咗基督的靈。約翰福音下午8:22分，佢哋受聖靈洗，接受神的靈同真理之靈。使徒行傳2:4，你必須說謊言。馬可福音下午4:17分，使徒行傳2:4講，佢哋都被聖靈充滿，按着聖靈所賜的口才，開始說起別國的話。你必須有基督的靈、神的靈同真理之靈，先可以被聖靈充滿。而你哋當中講謊言嘅人，必須先被教導真理，然後先可以接受真理之靈。有個信徒以為自己係基督徒，佢話，我喺呢個宗派出世，我都會喺呢個宗派死去。但係一個宗派存在幾百年，並唔代表佢的假教義變成真理。呢個宗派只不過變成虛假的傳統。信徒必須明白，肉體死後，靈魂依然存在。約翰福音5:29分，行善的人復活得生命，作惡的人復活受審判。教會的目標係讓信徒成為基督徒，最終成為聖徒，而唔係讓教會領袖滿足自己，甚至自負。醒覺、聽見、